見唔見到我身後嘅呢個環境啊？我真係以為自己咧去咗水療咁樣樣。你聽我解釋嘛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種。呢度有電影院，有水療按摩區，有咁大個恆溫泳池，仲有咁大個私人健身房。仲有3個私宴廳，而且仲有比較小眾嘅高爾夫訓練場、KTV、雪茄房。就呢個會所已經用咗1個億去打造啦，470萬起，住咩港港，住咩石屎森林呢？人哋都話啦，千金買房，萬金買鄰。呢度嘅戶型嘅話咧，全部係160方到320方嘅。你想揾個剛需細戶型咧，都係冇嘅。而且每日翻到屋企咁尊貴嘅大堂係嘛，全部都係滿滿嘅儀式感嚟㗎啦。入到嚟呢度嘅話咧，依然都係要經過呢個人面識別嘅，先可以翻到屋企。專梯專戶上到嚟啦，嗱，呢個私人嘅電梯間嘅話咧，係唔入證送俾你去使用翻嘅。而且呢一個鑄銅嘅大門咧，叫做雙開子母門啊，依然咧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嚟㗎啦。今日我哋嚟到佛山，今日當然唔會睇啲剛需緊湊型嘅小面積㗎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叫做睇你哋唔起。今日我哋要睇就睇一個最大嘅戶型，320方，你可以睇到成個餐客廳嘅空間咁嘅話咧，唔單止係270度嘅一個採光窗，而且呢隻戶型嘅話咧，仲要有一個亮點嘅，係可以東南向望翻我哋8.5萬方嘅映月湖。咁呢個映月湖嘅話咧，面對我哋嘅直線距離啊，講緊咧都係30米嘅啫。400零萬嘅總價就可以買到一套160方，亦都係呢個盤最細嘅一個戶型嚟嘅。同樣嘅總價，居住喺廣州咧係完全冇呢個居住嘅體驗感，但係距離呢個廣州只係需要10分鐘嘅路程就可以翻到呢個花地大道㗎啦。你話住喺呢度嘅話，有冇種尊貴嘅感覺咧？即刻可以令到你成個人生嘅檔次同埋你嘅品質嘅話咧，係得到一個拉升嘅。同樣嘅品質，如果放喺廣州嘅話咧，起碼講緊都要賣到10萬蚊以上嘅。如果你係想用更加低嘅價錢換到更加好嘅享受嘅情況下咧，不妨過嚟佛山睇下呢個項目。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